人生的缺口。喺一個講究包裝嘅社會裏邊，我哋成日會羨慕人哋着得好靚，又或者呢嗰個外表哇好華麗，對佢嘅內涵或者對佢真正嘅生命又知幾多？就我多年嘅觀察，發現冇一個人嘅生命係完整無缺。每一個人無論佢幾富有或者佢職位幾高，總有啲嘢係佢缺乏。有人夫妻恩愛，月入數十萬，但係可能佢想要小朋友又生唔到。有人才貌雙全，能幹多錢，但係情志路上就係坎坷難行，冇拖拍。有人家財萬貫，但係子孫不孝，同佢將啲金錢散盡。有人好似好好命，但係一輩子腦袋空空。每個人嘅生命都被上蒼畫咗一道嘅缺口，你唔想要都唔得，呢個缺口如影隨形。以前我都痛恨人生之中嘅缺失嘅，但係發覺原來人人都係咁嘅時候，我就要歡心接受，因為體驗到生命中嘅缺口就好似我哋背上嘅一根刺，時時提醒我哋要謙卑，要懂得憐恤。如果冇苦難，我哋會驕傲；如果冇滄桑，我哋唔會以同情心去安慰不幸嘅人。我都相信人生其實真係唔好太圓滿，有一個缺口等嘅福氣，有部分流向人哋都係好好嘅一件事。你唔使擁有全個世界，你唔使擁有全部嘅財富福氣。如果你樣樣都有，人哋要啲乜嘢呢？每個生命都有欠缺，我都唔會再同人哋作無謂嘅比較。佢有乜，由得佢啦；我有乜，佢又冇嘅啫。仲記得以前有一個做企業家嘅姑媽，佢差唔多70歲嘅時候，佢進入空門。佢話俾我聽，佢呢輩子識過好多達官貴人，但係喺佢哋華麗嘅外表嘅後邊，實在都有一本難念的經。所以唔好再羨慕人哋點樣好，好啲計算下上天賜俾你嘅嘢，你會發現你擁有嘅絕對唔會少過人，而缺失咗一部分，雖然真係缺失咗，人哋有你冇，不過都係生命嘅一部分。接受呢一種缺失，善待同埋珍惜擁有嘅一切，人生就會快樂豁達好多。唔好陷入呢個苦痛網中，成日喺度諗自己欠缺啲乜嘢，得唔到啲乜嘢，遲早會變成網上一個不能解決嘅人。我一生歷遍幾番責備